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讲台湾话内底外来语足济。乌多摆、万马、马库米啊、罗赖吧，这拢日本话。毋讲台湾人介到生言造语。你讲古今啊是煽动人冤家术，毋是哦。发明新的话句，古今讲做生言造语，甲外来语甲台湾话夹斗阵，变一句新的话。敢有古今啊？你咧讲啥？来，我举一个例。讲古今啊，我看你做人真实在，生意原来做了袂歹，你介绍这个产品，相信应该效果才会知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著爱股票先卖咧，有趁钱，我才有通来甲你交关。啊，古今啊，甲你因讲啊，股票起起沉沉，无人知，万不利你若无趁着，毋着换我脑术，你拢会晓讲。即句毋免加解说，我举这个例，就是要表明讲即句脑术。日常生活大家拢知的话，事实的分析落去是外来语甲台湾话，写一句新的话出来。即句术咱知，就是讲吼，食较紧的，变较紧啊，做顺。结果吼，你股票无趁钱，你无在条甲我交关。换国情啊 ，no， 英语的 no， 我就无通食，无通做你这条生意，安尼叫做脑术，嘿，介趣味。有影哦，国情啊一个分析，咱真正会知影讲，生活中不是咧开讲的话，原来伊的学问是外来语甲台湾话产生出来一句新的元素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讲真侪艺界的朋友，南北二路登台唱歌献艺，我表演互恁看，得到我家己的名声甲地位，安尼叫做作秀。去到倒位伫咧作秀，今日要去倒位表演，对，即句作秀原来是外来语，秀就是对英语进入。啊，结果做去倒位作秀，华语有翻，台湾话照讲。真侪前辈咧讲，伊袂讲吼，你要去倒位作秀，袂照华语翻啦。因为秀，英语即个秀，咱甲保留掉咧。毋则会讲外来语一边，台湾话一边，两字甲夹斗阵，变一句新的话。所以台湾人足够生言造语。过来哦，过来举第三个例，咱讲吼，日本有一句话，原来对英语先去到日本。percent 日本来讲做 percent，咱拢知就是百分比，100%、10%、100%关键，安尼叫做 percent。这个 percent 讲到尾啊，简单讲几趴，50%、60%对国情咱知，无毋对，这定定听。啊，50毋是台湾话，后壁加一个趴，有影呢。啊，另外一句话吼，这拢五湖四海人才有咧讲趴数，啥做趴数？安尼记。做时大，去到烟枪打，甲人拔烟枪，拔输拔赢，烟枪拢要共夹起来食。结果吼，做人是势，伫边仔买槟榔的，共款有样看样啦。阮大呢6输，比之输你18，结果烟枪夹起来食，共款照安尼做，烟枪打的头家就错啊。讲你也无看讲家己拍数关家，恁大有才调安尼做，你什么行情？这叫做拍数。毋则讲三两人，毋通要讲四两话。台湾话确实真技巧，外来话掺落去，搁较艺术，搁较趣味啦。